為咗慶祝印象派藝術誕生150週年，法國巴黎奧賽博物館就製作咗一個不一樣嘅沉浸式 VR 體驗。香港咧就係亞洲嘅首站，透過 3D 再現同埋 VR 技術，加埋咗虛擬實境嘅裝置咧，帶住訪客咧就穿越時空，去到1874年嘅巴黎，親歷其境，參加第一個印象派展覽嘅開幕之夜。喺呢一晚咧，可以同開創印象派歷史嘅藝術家，好似莫奈啦、雷諾瓦啦、塞尚等等嘅藝術家會面。第一次嘅印象派展覽咧就係喺1874年嘅4月15號，而舉辦場地咧就喺攝影師納達爾巴黎嘅工作室，展出咗30位藝術家165件嘅作品。嗱，呢一個開幕之夜咧，訪客仲可以睇下雷諾瓦同竇加等等嘅藝術家點樣佈置佢哋嘅展覽畫作啦，仲有塞尚等等嘅印象派大師親自同大家咧介紹佢嘅作品。呢一次穿越之旅咧，仲會帶大家去到印象派發展歷程嘅一啲重要嘅場地，譬如好似就係畫家巴齊耶嘅工作室啦，呢度亦都係當年藝術家經常聚會嘅地方，就係喺呢一度咧，佢哋構思咗第一個嘅印象派展覽啦。訪客咧仲可以跟埋藝術家咧去郊外寫生，欣賞佢哋嘅創作，仲可以近距離欣賞印象派大師莫奈佢繪畫嘅成名作《印象日出》。呢一次嘅穿越之旅咧係歷時42分鐘，令參與嘅訪客咧可以以全新嘅角度咧去認識印象派藝術嘅起源同埋影響，可以感受一個非凡有趣巴黎嘅藝術之旅。